金山小林庄发生着人命案子，那现在只有升堂原告兵部府，毛军在毛气后要兵部两局再想四大特体，被告向我上供。那么搿种单故事上供总归输的呀，只有个骗我兵部府，害老百姓众怒难犯，百姓服务呀，闹公道，哇轰起来。先家务只有个把百姓拖下来靠，不结果倒进去，毛气后吓得来俺国队上就哒哒的。那么现在只有慌人，青蛇心思呀大女人，本来白沙林之问没皮到，向我上供吗？想不到百姓同众怒呀，白沙林之问不管不卖杀兵部夫吃了我，你叫哪个？请来施呀，当当有人，还有啥个原告太太，叫你原告非要定，被告人民改称，非要杀断了，老百姓的也可以，搿点后事下去了，搿么大事化为小事，非则弄不落。实行施呀，新主教主任，正直无私，严肃大可，依据下来，林志文接待于王，看上去凶手本人毛起后，毛军人。而且3个初三清明，实行施压了小林庄渔村大清，看见个小姐毛起后，调戏林志文的女人，把林志文铐了，施压为秋香当的了。看上去还为毛起后啊，弄啥人来害林志文？那么现在辰光，我不来得李太太，只有当然了，过辈子小了，一方面身高大了。林志文能够不算凶手不杀断了，已经是不得了上大酒。那么施压想我得李台，你看见我必然心虚的，也许呢可以非要办林志文。那么请你法庭太太当场实到该当，这个没事呀，你俺们的施压主施压，在法庭上想请来太太。马之后均闻非定，想自家也想害杀一个上公，我杀了身高，堂堂兵部公子，四大特体，我的是我个基调呀。我看中65针，不了林志文吃3碗，是为了抛尸遗害。只有不得没帮忙，想不到老百姓为了不服大闹公道，特别一点点吃了3碗。马上底下得得夸，得得妹妹，实对哈子个啥来都上来着。现在听见打岔拉是施压于情，搿单觉到奇怪了。搿对我应该来压于情，我只有过请我到里向去商量商量搿桩事体呢哈办，哪弄这个施压于情？哦，对子，只有对小虎队，得罪我兵部府李副官，也被杀林志文，咋不老百姓不服？众怒难犯，那么也被盖上儿子了，也带一点点风险的。那么像500个去不少人该心讲，看我一起做家，自家不害于自家，是为了将施压出名。马前后一周年头，65针给他面孔就编织的，只要得水，那天我白杀林志文嘛，稍微用他2点嘛，应该将设定不差我兵。注定你的来啊！西北大楼，一人往里下花厅来，施压不点面子里，实行施压功夫蛮好，小嘻嘻接接。这个一位毛少爷，各位是明白？俺们施压，我叫知恒。哦，有理。你给他美国拿米肉的了。他就认得我。记得3个初3清明节，我到小林庄浪向渔村，看见罗先生编织电线的林志文请我吃3碗，我还扑辣地浪向，最对付了没有个热心人来求相骂，大拉面孔分口清爽，我立起来追个辰光对里一看，想啥谁是例外，还是这样一口热心闲话。是呀，虽然初次见面，
得有点迷熟，好像落得点几个五个啊？哎呀，刚才吃生活辰光，搿种闲话听得啦，唔去想，带里想想。3月初3，小林庄我去兜兜，也许小林庄见过面了。别，你好得嘞，说对子里呀。马金不想那么讲个在，搿桩事体是四丫头背里向3个7个月后中了啥两了嘿哇！在下别墅，你最多晓得我电视落手针吃三文，最多疑心我叶灵之文。然而是我四杀战王拍手一夜，立一份新人，一份那旁边书地上，想得搿搭的谁家心听听吃一张张都对。哦，这个老夫子啊，请坐，哎，送乡民一别。哎，万万想不到，现在啦是那虎狼的老先生老张嘛。是呀，老中国3代战王。你要再得错，为是阿爹手里向用进来的了呀，3代在。阿爹手里用进来了，孙子手里出啥个？是要你把李带去个，阿爹手里用进来，但我孙子手里嘛不被人家说啥个？绍兴人点里一点，可能面上两样。看上去那么挺见凶水，哎，这个把年纪生病些年，没有办法，我咋了刀郎说啥了？哦，心里头总怪难过哦。是呀，对。我讲这个张王先生忠心耿耿，你阿不叫我们再呼吸着。对。也是啦，今日里向听见这个消息是不得了的，所以我们里向一定要等我一杯凶水，这个老夫子。哎呀，人嘛已经死大的，这生死不能复生。当然了，那牛高嘛一定要关照送办凶手。那么俺哥听嘛是个意思，要严办凶手。那么刚刚公堂高头问过林志明噻，所以老百姓觉得林志明是冤枉的，因此大闹公堂。那么现在嘛，所以俺东翁了，我做呢。商量。这个老夫子别讲，非好，昆山的老百姓啊，绝对是点名，居然可大闹公堂为当来的。那么你打老夫来讲啊，真不白，用不上去，弄出事体一切，在于我兵不负债，
子。中路难返，那么俺懂我的意思呢？是不是管找的少爷商量商量？我交代官司从轻发落了，那么俺昆山好结束个桩案件。那么个种事体弄到上头去了，个范围越来越大了，到个辰光难受上个。那么俺想办嘛就办个，这办嘛带我回去个。俺想到林志云办一个遗失之赛。遗失之赛，哪意思啊？因为个西人老伊门口跌进来嘛，伊到西人想去撞掉那个西施移动都在。那么俺大明的法律嘛，遗失嘛，可以关3个月嘛。啥么子啊？俺是只关3个月啊？搿么可能没让再加个1-2个月大不要紧哦。马起好像我只是俺那个本地呀。事实上嘛，潘师爷没有害杀林志文的呀。临时我觉得关个3个，你努力发出去，那么你的夫妻生又是夫妻，若是不是我反担心这位把开心的哪来谁家？这个老夫子啊，我虽然法律没大懂，那个武德我晓得个，杀人杀命，欺诈为敌，这个是大明的法律。那啥子人嘛，只要办3个遗失之人家，看来我大不懂噻。马少呀，能够退一步想想呢？那么个桩接着就昆山结束的，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嘛？老实话，天知地知啦，我知我知。我到底后门铃铃。我里向就应对了海话，嘛，到个辰光讨厌个，我可了，高抬贵手的。好个，本来呢，我演到俺们里向背林志文啦，16个字，欺谁欺义，难谁害命，杀人凶手嘛多加讲的。那么你是要一本正经听我在里下等我商量，那扣了哪个米拉下？感情的人名16个字，挪特4个字，俺们4个字多加讲的，别手在手这里剩1个字吧？你看哈？剩句啥都有啊？这第二了，为啥扣我米拉？是感情人名了还？那么毛少呀，那既然高抬贵手嘛。12个字当中，我想调动2个字，好不好？调动2个字，那最后想12个字的了，调脱2个字的，不要紧的。林志文这样死，调脱4个字、5个字才不大高的。还商量个，还商量个，听听人家调脱哪2个字？你的济南去你谋财害命，这个不个事了，照那个意思办，别动。那么林志文可老头已经还落地在，凶手怎么为啥我还讲呢？特别开心我的唯一4个字，唯一4个字，这是叫杀人凶手，杀人凶手。我想调动2个字，哪2个字？我想杀人凶手了，改为另有凶手。另有凶手，这个不是改脱2个字不？12个字才起头个字不？这个陕西人的石头点个，另有凶手嘛？那么林志文比这不是凶手的了？林志文是凶手嘛？俺用不着请来，做那研究商量的。哎呀，这不是杀人凶手呢？这不研究。谁是凶手？没哈，是呀，我这也你被凶手，不过杀人。应该是。没。既然研究到凶手的，有个辰光我是牛高了，我要问我了，不能怪我老三老四。哎呀，是呀，是的，罗大弟现在遇上自己，正门不发。我老想那个老先生几时出来收账？3个周岁清明佳节。那我觉着奇怪的。奇怪的啥？不发生事体了，不足为奇。有到前头发生的小聚小节啦，才有研究的必要。没有我能研究呢。那老先生想我都是收做米去了。是呀，收做米。一般啦，收做米总归冬天收的。田里有的收起来噻，那么搞做米噻。那家人家特别的，
后天不收个，清明不收做米的，这个辰光么采花的辰光，像我头顶顶苦的辰光，青黄不接，那都要去收做米。3月初3么清明哎，举节，像我角落里坟堂旁边人家侪是上坟哎。我想要么那老先生不是去收做米啦，还会去收西伯环去噻。我有点说对错卡开，这个闲话也点子的呀。是呀，这个是谁个呢？乡村里向啦，做农民啦，等你来咱们要喊了海个，是那么你以为还是3月初3嘛，相互对穷，不同的该种米，那么去特在春天呀，有春日的呀，这马头子春日嘛，这样有动力来为种米。加上那马上呀，春天是有春热的，还有日节的。3月底4月初，春热刚刚下之午，5月上山接见子啊，那么就菜上娘子小虎虎。像我这有民歌唱的，那现在3月初3瘦包包个子啊来不及补出来了，还呢。哎呦，根本我这个读书人那个总是记得不大懂的那么我来想了，节气过临哈，那么你都一来初3，我可预手准备，啥心思要去打看过不？到林子门屋里，那么拿出来呢？那个本账簿呢？老先生出来手账手里打账簿了。这账簿总归也打过，是啦。那看看。是几月份的账？去年大概前年，也许嘛为一是对的。那看看。今年新历年，账簿上甲子年，相出8年的。这个是神账。一举账要3手光的非账簿那个出来收账。马最后想，我媳妇阿父等我2个头商量的，我叫你到账房给你下去推一本账簿，那么你也推一本御用的账簿了，各种非账簿不用了至少。但故事推背不起一点点，深深的拉拢江我。是呀。所以我讲你不是收做米，要么去收西伯环的。你也别说闲话子农村本部账簿嘛，总归有个3个一看啦，年纪都在，不怕用上在。所以是要叫伊去洗的。个啥个闲话你子？那农村账簿嘛，总归有个。不晓得你。那我也不凶气了，可可呢？我林子文屋里去逃出来了。这不凶器了，那林子文屋里拿出来的，这么说明嘛，林子文是凶手。凶器了，那你屋里下分凶手是啥？那可可红木刀兵，经常批火炭的，火炭味道蛮浓的。像可这是个余清当兵部驸马，那虎狼的。阿父你演我死哇！根本去马一部分做人家子呀，至少到市房给你下去推子一步的，那是还在真兵实据，落了被人家手里下，归当脸的。大有的慌，是呀，3眼一看了，林子文的确不是害人，一种讲的，一种实。当你读书人，再说他你个账嘛喂，慢慢的少有设计。林志明晓得侬老张嘛不要收账了，原先偷不到，杀脱了个老张嘛。少爷，侬读书人道理懂不懂？林志明晓得侬老张嘛不要出来个，先偷不到。这个叫说没一句喂。林志明手术10骨头到那兵部府去，总归要偷金银财宝个。金银财宝嘛，伊不欢喜个。毛子性命危险，到兵部府去偷把剪刀出来，少爷，个心里痛不痛？哎呀，林子文带我屋里下来，我老想前门是不过去的，背是后门滑进去，非相对进来。那么在这里向呢，怎样来说是加倍生意，金银财宝推不上，市房给随了后门旁边，深水浅阳，个不得还是喝个，与明堂上布水家十分空水。那兵部府搭进门手是徐房盖，那不像兵部府的比老虎早的。这地方还搞等过？啥个还？这也方便了。那么呢？那昨日老张嘛，那个戏的经过，那是不是要听一听？没看过。
昨日三亚快有人先到老张嘛，老州官寨。所以搬到小林庄，百姓赶到林子文门上，那么拿个不到，我龙口到一刀，先进而出，到姐姐说了林子文的门上，以下来有条西厢学个，门早转来林子文开门，西人关到里头，那么林子文到一下龙口个不到拔出来，那么里头有一滩血，尸体经过么这个头。那么，我看个林子文是不是真凶手？么，我研究看。啊，听得了后面是子起来着，三千人遇到里个，好像那旁边看见我上上句句一点点不错。那最后一转念头，看上去一马了个武功拿出来，一背的阿里不里，也让你晓得我是兵部夫，办不得的叫我昂见识，所以面孔一摆。听到现在吧，山西人啊，我懂了噻。你三三句句，谁了那维护林子文了？可是看上去林子文啊，当然父亲就随是朋友，说不定会是懂的。那么功夫再难好个朋友不来，首先是要耐心好个。哈呀，气焰嚣张不得了。今朝得来的，哪怕那兵部公子，今朝听见得来的那百姓，还要放马上，一想一气。他是黄眉毛里，西呀神能等是我谋强喏。我气馁，他王臣空一门下客，一只是大理一个逆世人，实则是一股劲水进一步人。雷锋他不将人来害，把那王法了了，抛出去小人人，说人我是堂堂兵部夫，呵呵大门令，上世欺人，我很个很。他知道我小小的事意，做人他不杀之人不该心。他知道谁是同儿体，与谁该犯，批评我今儿招打一公报不明。谁是帮不枉为人？我想世纪终于公义噻，我是与真与民，为民去把有生人，哪怕受举父，哪怕我。这龙有爹爹金真人，哪怕是棍钉儿背，上高音不听，哪怕我是绍兴人，为不做人心神人，我为举之文把老命来拼。一想一气嘛，碰鸡蛋子。首先是要好人，好人也要跟的，还要帮兵部公子，那明明杀人凶手，至于叫胆子小呀，不过我那边，那么我自家不求呀，我做得至于不停机我那抓起来。所以是呀，一想以后得来那兵部公子，哪怕死一疼，今这个可以去背要吹吹。
是不是也是眉毛是眼睛的，戴里毛毛？那么叫侬一声毛七虎啊！你经过10户其名啊！我当侬读书人，当侬有资格的，吃没书的，想不到肚皮高头一包草，换个黄门手了。我做侬讲闲话了，徐东对牛对金。哦哟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没哈，你经过得罪本身来呀！你还晓得我啥身高？牙兵部娘的神仙，皇帝是我基调。哼，你经过得罪本身来呀！我看你阿里得神。哼，面说些么搬到什么了？有理无理么出让中人居里，老百姓众怒难犯，侬不要认为身价大。我现在关张侬，搿桩钱的主要的事办，我私下发办。没哈吧？实话说起来，你的林子文绝对是懂的。对我，侬去告我懂得，我是无理分赃的，好不好？没哈，我回到屋里向，马上写一封信到今日里向告诉你阿伯的。侬还懂笔个，我也会得懂笔个。我们都晓得布告示。四面没铁打，昆山人你踢一踢，他闯踢到昆山，昆山回到苏州，让大家再来看看，堂兵部公子啊，苗冲读书你们衣冠禽兽，自动出身，吊销妇女们，扶我不做，我看那个人那个立得实在。你是啊，那么我，你看啥心人？你等我等下来，我把眼色不来看。侬放心，我开关严防的。侬5眼6色，侬逃出来好的。好的，我不要杀脱你的绍兴队。我们得罪侬的，我们预备先龙我跳过贤堂讲，半昂必听外朝现在。没哈，你等下来。我等好了，还呢。好，觉得两个肩胛杠个头像鲨鱼嘎子小老模样。你哪晓得个？哦呦，真正放屁呀！不讲理由的闲话么叫放屁，那么叫大放屁狗屁的。你个种腔调为像死样的了。侬别当我死呀，当我卖呀，好的。哦哟，气死！公堂有公义的，不是衙门的，侬还懂我滚出去的。哦哟，我毛起户磨得来混沌走向，毛起户把我们打是只有发展起，只有这样跟得起白人杨廷正土庄呀，那么要确定子们呢，落手真行机呀们呢，何为在上？绍兴市衙正热无事，晓得林子文冤枉的兵部公子对起来，毛起后狼狈而去，只有个杨廷正胆小如此。得在兵部公子到地方偷盗，到兵部府去请裁，那么毛起后送了1000两银子，一张银票，你能够帮忙办林子文的屁股里在小金9000两，共中1万两。杨廷正为主呢，要去市衙帮忙，办成功代差，绍兴人气昏，得只有吵起来，警告杨廷正：你不要认为兵部府在事通天，老子到总归有请过的，你既是拿林子文办，我们既是上头去搞呢。那么杨廷正他才是不管拿林子文办呀，我绍兴人吃药不离得难啊。林子文还关了还。小林长老那个女人落手真还要急的了，老百姓才来讲，只有个是帮兵部府的，你百姓帮你忙个，拿过公堂个，代表个人看上去不用上，特落手真一并实现，总得男人上工呀，总要的男人想办法搞上官，不满足的，那么像那清明人那个孤王一样。但是错考得来，你讲过2年来进我的，是不是一个发别一门，名字叫啥了？第2份告诉你。那到现在辰光要寻夜到5人去，那么不要去管理，讲把隔壁人家听听，是我个老娘家身材上都那样子，面孔上有特征的模子，里的模子。那么说昆山有个老太师，郭丁人，郭大模子18点。是那个牙是18点模子，可是说我当然分低情商文，
还有啥人也是磨子的了。想要的，非去过的，到城里向去哈门新行进去，65真心鸡鸭么精神，晓得今朝固定人手上过的计划围住昆山，还有家浪向个家头是不得了，固定人哎，得皇帝结拜弟兄的，莫奈何97岁老头固定人老你们真得皇帝老三，代理过180天代理皇帝。做班人想，现在是高老为想的呢。3个儿子朝堂为官，大儿子有班人想，第2个吏部天官，第3个刑部尚书，侪是大臣子。只有一个独眼男，高凤珍，去年死脱，心里想昏闷到极点。曾经到小林庄对圈子人那个姑妈奴，搿张面孔等我死脱个男人实头活龙威。叫促进生情啊，抬得团结啊，恩吉富裕。当然不必告诉我个身份，现在过脱来人家这个，想不到甚至的叫我去计划，马上动身呀。现在辰光回家乡，固定人受到现在地方上像清道夫少家清清爽爽，还有追过忙得不得了，关照费事实余，家浪向看见苗头发带种坏人抓起来，不要神像白痴的那个不得了的东西。还有俺们的当场出动，当场个都队加个机会嘛，考考老百姓做岗，一路大量的弟兄出来，都队，嘿嘿，这都队跟俺们最高看见乡绅我拍马吃牛，看见百姓我威风。对，谁不过乃是身体脚个那个乃是个老朋友，只要同理到手得做屁股，谁去哪怕乃是强盗小偷，照样放内到处。倘若不同理，非要怪我的乃做对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做对的啊！来，弟兄多，当上高道正确，记住。哎呀，一路上过来，都得靠住讲，我店里个老板娘。不大落开，上趟我买2斤肉，你称给我追2斤2两，不下去。像我买2斤，我起码换个5斤出来。嗨，垃圾屌丝，上你个枪！老板娘，哎呦，都对吧？生意兴隆嘛？哎呦，口头光也妈妈好。哎，得发得了。来想呢，对经理想打得来唔打出的哇，是吧？记住搞到。我来记住么？这位。现在跟着正等说菜杂国，普瓦搞到正确。罗大家。那不是现在看见吧？正等白说菜杂国，擦得。对不对呀？别人啊，阿晓得，正等白么放在外头也不自己活人光个走啊，还是该什么也擦脱在。我是有什么给？还在你妈是来吧？也在，还是来？我也不知你不去吧？滚得有点啊！都不对，吃子女。怎么来讲？好的，别来，跟大家说明说了哪位人？那陆金老爹他们说了。什么人？陆金的啦！来，本金支付了一关，给我弄个2斤去吧。走到。哎呦，还少了个费事啊！你本金给我3斤。垃圾屌丝！我们再搞来只介绍了还啊。谁也个下过带过队伍的，也可做岗的。那个队伍岗子呢来带来放啊，这样样恶里恶出，神仙经过，实际在地方上向卫生工作分搞好。来，不。对啊，别这个，等你不打高个了，你想要一份让外地了，外地没真进来呀，是吧？外地真进你想恶里恶出。挺好了嘿，对公牛真的浪向的，还是啦？3斤，再有么家子？那么你队伍的呀，你的花队呀，别冷手在，我实在有队伍去嘛还在，啊！还在某嘛别某奶奶才听见嘛，3斤那条还有家子。哎，实在有队伍摆到里向要吃有队伍，谁也不进去的。哎呀，这里都对你不懂着，3吃冬子米，冬吃山子米，那边是俺们米的那个侪是有队伍啦，队伍去不吃的。好的，不要再叫你女人来弄，40到有队伍。等，跑了，打。再过来靠住高一块嘛，压在的。进来的，到底压在这块老居山，别过得家了。神像轿子经过大瓦特，
哎，把我走吧，不得。还在老朋友也是啦，那么你药材店不花头的呀？药材店里么是你三三个，啊是披上吃子我去么穿红的用要洗脱个，大瓦布的吃子我去么擦擦个，不花头是走啊，都得也是啦。不花头么说吧噻。那啦？西洋生。啊，可是范围太动着。好的，大家人得个难为情啊。哎。好多250交的嘛。你后前也跟他啊，是。门不得空的。靠竹竿靠昏特的，打该带可没要4块在固然地，固然地不记得掏个8万了还，所以呢，一路靠竹竿靠过来，只有个肉摸的些，还有老百姓来看，昆山人呀，给我顶上，一个老百姓一东乡人，乡下咱们光分口气些你蛮多个呀，是俺个大汉呀，儿子，在那这了嘛，爸，楼声响亮，果然大。所以来的人来了，挑摆8条腿平铺，请剩下立足等我。啥地8条腿挑摆平铺嘛，快一眼。我们病人要到房铺的，一定要挑摆个到屋里向去手上面的，立足等我。只有个局长在，规则户外家长通知，地方股长不用接，也不用相送，用不了送外人相付的，为俺们立事。不接，只有分钱那个，大致队伍先把省水了要打军兵等白走，那么剩下到上头嘛，让你手脚，户外家乡结婚，喜好无有用，慢，楼声响亮，为家乡。除了家子里向心里向我问人糊涂啊，人那个技能，关照里过2-3年接力的，临时就要进动身饥荒的忘记他。哦哟，门招这边呢，叫老中国去叫，你像侬像个羊哪的，个羊不信用的，哎呀笑，一个字让想笑，来得个快，饺子将近要进城门洞，昆山城门洞啊比较小，让你收税人啊，个城门洞啊还不动，那么收税是富。昆山是油，这个油了比富了为小特一圈，这个有规格的。那么高端那个顶饺子也是大，脚顶上上的为装饰品，容易剥了个种花的。我特别讲句，要上头么是看瓦特，因此寻求定一定脚，用短桥杠通进去，那么呢饺子精神门洞。罗先生呐，哎呀，今朝老早就出来的呀。听见人家说狗塔寺也围住了，夫想想你在了那口，那么心里想，我记得啊，明日分讲，临时这个辰光呢，送本我一只牛肉，这是新狗还新狗，啊，为爸我觉得记得啊，谁是狗塔寺的，因为来塔寺面孔那些还是模子呀，所以搿拉人堆里向来看么人实在都不够，哎，想出来了那神门可以必经之路。来了个啥地方向比较干，马路去么清清爽爽。这个的节子精神门洞的辰光稍微停一停，马袋里向一马嘛，哎呀，实在是个鸡雕，看见这鸡雕谁是来他死嘛，心里向开心的是真是无法形容。
神意听。是今日太师为主相夫去，但不是我登门被罚了大神。走的一头们，接自来在公子。跟着人队一头一大路马走相府过来，相府只要门几个薪水带着。罗素珍大娘娘到相府了，门口已经逼逼人，老百姓在晒瓜子，想要进至府邸在大门啊已经紧闭着。娘娘头头一骂呀，到底相府啊也生气啊，一斤的杀去，群一连慢慢将追上来。追到一大的压箱把门么？唉，看看自家身浪向衣衫褴褛，相夫呀，点我去把门，门浪向人施力呢。哎呀，抬起掉个头个脚，那么这个重新一斤下来，追到龙大跟随了身体里，让我来等个半人，总归有6个人呀，到底商量，托你等我去把门么？我还有一个上事。所以立了个龙大口嘛，东张西望。龙堂里出来个老伯伯，下午上来接生三姑，一定要捉准。他咋来？来里向你一个鱼饼，一个酱鱼饼，空的一定要包不住么个。跟人家身体不好，毛病错开叫改日头，改日头了，隔一日发个后日，昨日发后日，今朝不发，明朝也要发的，这排队的。干嘛两个青龙队上对对，出生后吃杯老酒，还有啥文章后日非要发，那么考评员考评家园为下午正好。大家上最踏实，干不过，最先要龙堂，对出来嘛龙堂，看啊，有个香雾娘娘，非要去看通里夺人龙还不够，从来的打个招呼，龙堂去，托那娘一娘啊，出来人啊，是。娘娘一口么香下来了，可啥面孔大蛮中一些，根本还商量。哟，老人家。哦，不够当啊！请问一声，那哈，那边是什么所在呀？大王子啊，是。故乡呀个父老喂，丞相府哎。原来老人家，那好说，请我上前开门。我也指定我家继父大人。那个鸡呀，那让故乡府，哈，是。乡府里想做点啥噶？啊？你是老太师呀？发后日出来帮他出来的，至少个女人13的，还吃大别家的嘞，身上像一张大布丁，比我也别家。布丁人的肌肉，布丁人哎，哈呀，皇帝个阿哥哎，哦，那女人吃啊，嘿嘿嘿嘿，非要发气在。我叫上帝年纪不隆松呢，如果你想家长出来听见叫某人过亲，要搭进去吃故事的，不要吃绿瓜的，不要黑要在，随便上门当不得，要按现这个呀。啊，想伢是讲，这么个地位了，男人行不啦？人那个几男的，反正我势力啊，那照那个种强调了，那人我不要了，我也要考虑。哦，秀阿爷势力之地。就他监狱要不要开离了这个？哎，老人家，这位3月初3清明佳节，那天是渔村大厅来到山林庄，正且倾盆大雨，来到我家避雨，话得对其恩结妇女，实属不信门呐，有所违病。是。开的道理神经病，你再听听没毛病。有毛病你讲闲话理不来的，再看几个张牛肉，
这自家穷了，不配于自家好的么子，搿不懂么子。虽然我不是石虎满园，搿马上几个光彩就好了。那么清明是国务上有的，做心里呀，他是必须叫比到你问。哦，我是叫他想呀，比得难打。打不比得我打，那就事实是我。那么天天呢，等待这个帮队干。是。这个牛肉外饼。那么呢，这个我们相互几千斤。现在了，得罪啊，那非动气啊。不妨事。弄在深山沟，那么呢，多定自家去把门呀。只因我雨水来了。不好意思呀。恐怕门上边看难不起。那个意思我懂了。我帮你去把门，就说明你来了，让你都开子门进来一进嘛。这个没有一个常常事啊的。是啊。我再来，你等我看一看。是啊，我出空身地帮你把门去。不得理的。那么把开子门嘛，那妇女相会的。是。我想说我们不好吃。你得说外个，那么来这个我们不好吃，上帝不唱我兵完。是说记得了知府大人，那送你52分。果然本地招把队的，50两。那非要动气啊！那种衣裳带200块，落得来吃。我家对对一点呀。我很多也是结棍了，对个。那么你等一下，我不得来去把门。3地不吃力啊，7地不带地。云大哥起来500我讲，发我日到城里向来堆个圈子啊，哈呀！半夜半到里向排队固定人做开心，我帮我农小姐听得来。慢慢叫经常叫我到里不想想了，哈呀，那是个神相夫，多精多脆，哈哈。我叫时来运来开不开，三哥们今朝当着若有的，我特运高运在这一番。飞不了一群狼儿辈，一个无相称的风，你是太师风中人个菜，从此今朝上门来，我只要么办一办个门，开一开，看见想要请的公个100个乡民在排队，神仙要跟我叫我让往来，我是提高身高1800，不想到此小看宋金玉这种土啊立身饥我破，啥人给我逼他个中医上门来，后世路下真得意，红男杀绝他把头带，举人杀绝，拖着不收的路衙门，等队里一看哈山人哦，只用去上当量，根本让相对是动皮了、铁皮了、哈动钉了。不收的路衙门开阔，把老李说实在了，把当中门明白，要么清朝把当中门，因为过不过了身高度，这是人家王清国出来，也要谦虚，把不闭门，谁有理想开正门出这个是另外回事体，自家不好老家的。那么公务定人呢，大门不大开的，要么婚丧喜事轿子警察，刚刚轿子进去是开的。一般自家人去正门的，屋里等班女人最有门的。那么正门办到办是清朝，清朝来嘛，不要开正门。那么你办嘛，办不必的呢，不收的门得来。老老一想办到么，总归要办当中书，要关头关到办旁边，扎了个铜球球，看金属声音响，那青菜鱼儿，都没有劲的来了。
看，都看，三眼一闭，怕胃里怕子。以下张祖魔怪罗龙金宝4个门洞，张祖魔怪来背了罗龙金宝休息去，刚刚神仙饺子到忙到以来的门关，嘿嘿，大门口宽得了宽一下也是清朝啊，现在刚刚出来哇，这也有钦差来的，不这个怎么样？又是钦差大人吧？不得了！看看，快看看哪一个？那么要紧，不必出门，嘎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大门水忙正向地洞里推进去，哈啷当手开不了，高头出来，来了的围老板们了，你在当中班呀，看，也是一个嘞，当是钦差呀。但是看见个香火来了，比笼子眼睛了一般门，当得这个呢。哎，住手！那么要王八蛋，上你妈都不用嘛！干什么？要像海上酱药，还昏头，再推个字，药。那结果要个讲什么？这个酱药。什么事啊？我想大概带来新个药。办得这个呢？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找爹？不，非是我不个药，我帮人家新个药。我说来我去，总归要来生药。唉，跟谁来找啊？那你看呢？啊？那往过去看呢？哎，不晓得罗素生不难为人呀。你去把门看见门开门，但是人往是弄堂里向一说，在什么地方？那么要死了，但最头个啥？这个女人顶级13点了，哈才打不哈高，你们我也死的，门没太开的。52人不上人家考察都光了海呢。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是来个呀！在什么地方？那是快说！什么地方嘛？这样对，那这个女人啊，啥时会讲普通闲话了呀？讲不里去，为着的也是得了个嘞。快说！这样的大概到这个内湖的啊。啥个名啊？这里他听也听不懂。内湖的，那大概买的礼物总需要。在什么地方？晓得苗头不对，看上去可杀个。有劲嘛，啥叫人拼命的跳跃，哈哒哒。罗素珍看得没清爽，只看见你上文落魄，让自家身边兵工也想阿来里，已经不来着，一头乱我白头子，也想黑来里围着来，不来问，黑不来个这个。那个啥来哪办法呢？娘娘喊身上，想做事的为要来拿了，那么你一来白头，只好自家去把门。可是来了，一旦打上去，门已经关掉了，老的作业呀，拼致命了的。一个屁的外家子我的房门关一关，3两把棉花炭盖了身上围上发抖。那么来去关完，忘记他咋来我2个渔民完，超着关7块就是便宜。本来门子也要发5日的，一声9一出，门子5日到发这样。娘娘想不了么，领子一出来，群的里一步上来嘛，把罗里手讲，打住，看见李刚正把当中手门会得开的，所以追过来打，同归栅栏，哐，他妈又来了，老头子也来的，哈切打不了哈高，开子们倒转脱，拐子们一上枪，张忠我跟棍子伸在轻轻将门开，不记上我不能进去，你这有都搞不清爽。魔棍门哈啷当开，跳出去要动水嘛不对的。一个女人不是刚刚个来了的，衣冠狼狈，红腿散发，加套白舞，干什么？啊？门上的呀，可听到就出气，干什么？我在这里做人无家，欺负大人。哪里鸡呀？缺后才人大该打了。在我们相府里的，是。姓什么叫什么？谁是老太？混账！要细夸的，扶着你想呀，未动了得。一棍子要靠杀他，说的要去进家的，不要烦。
莫管代理饥渴，本两水清高，水下里行高，水下里就没结棍，全他妈的打！时光不走，为主想啊否？老中国各无德，各无定人的幸福了中国的。北门真正啊，那么罗守真政府啊，父女相会，我还在说。他家在那旁边看见我，上上句句一点点不错。那最后一转念头，看上去一马了个武功拿回来，也不一定对阿里不灵，也让你晓得我不是兵部夫，哎，办不得的叫我昂见识，所以面孔一白。听到现在嘛，这些人啊，我懂了在，你三三句句，谁了那维护林主任？那个，可是看上去林主任啊，大概风情就随是朋友，说不定会是同党。那么功夫再难好的朋友不来，首先是要耐心好搞，哈呀，气焰嚣张不得了。今朝得来的哪怕那兵部公子，今朝听见得来的那百姓，还要不马上一想一气。贪官美无力，欺压神人，真是我谋强弩。我气馁，他王臣空一门下客，一只是打理一个逆世人，实则为一股劲水进一步人。雷锋他不知娘人来害，把那王法了了，抛出去小人人，这人我是堂堂并不服，呵呵大门铃，上虚欺人，我很个很。他知道我小小的事意，好做人，他不杀之人不该心。他知道谁是同个天，与谁该犯，批评我今了招，打一个抱不平。谁是帮不枉为人？我想世纪终于公义噻，我是有真有名，为民去把有生人，哪怕受举福，哪怕我。这龙如爹爹金真人，哪怕是棍钉背上高音不听，哪怕我是绍兴人，为不做人心神人，我为举之问把老命来拼。一想一气嘛，碰鸡蛋子。首先是要好人，好人还要跟的，还要帮兵部公子，那明明杀人凶手，至于叫胆子小呀，不过我那边，那么我自家不求呀，我不做得，至于不停机我那抓起来。所以死呀一想以后，得来那兵部公子，哪怕死疼，今这个可以去背要吹吹。所以也是眉毛是眼睛的，带你毛毛。
那么叫侬一声毛七虎啊！你经过十户几名啊？我当侬读书人，当侬有资格的，吃没书的，想不到肚皮高头一包草，玩个黄门手了。我做侬讲闲话了，徐东对牛对金。哦哟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没哈，没经过得罪本身来的。你还晓得我啥身高？牙兵部娘的神仙，皇帝是我基调。哼，你经过得罪本身来呀，我可能阿里得神。哼，面说些么搬到什么了？有理无理么出让中人主义，老百姓众怒难犯，侬不要认为身价大。我现在关照侬。那么个种事体弄到上头去了，个范围越来越大了，到个辰光难受上个。那么俺想办嘛就办个，不办嘛带侬回去个。俺想到林志明办一个遗书之赛。遗书之赛？哪意思啊？因为个西人老让伊门口跌进来嘛，伊到西人想去装掉了个西施移动部噻。那么俺大明个法律嘛，遗书嘛。可以关3个月了。啥么子啊？俺是只关3个月啊！搿么可能没让再加个1-2个月大不要紧哦。那岂好像我子石岸头个本地呀，事实上嘛，潘师爷没有害杀林志文的呀。临时我记得关个3个，你努力发出去，搿么你到夫妻生又是夫妻，若是不是我是还担心着我，把开心的哪来谁家？这个老夫子啊，我虽然法律不大懂，哪个武的我晓得个，杀人杀命，天诈为敌，这个是大明的法律。那杀子人嘛，只要办3个仪式之类讲，看来我大不懂噻。毛少呀，能够退一步想想呢，啊，那么个桩接头是昆山结束的。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嘛？老实话，天知地知啦，我知我知。我到底后门铃铃，闲话里向就应对了闲话。到个辰光讨厌个，我可了。高抬贵手的。好个。本来呢，我演到俺们里向背林志文啦，16个字。欺谁欺义，谋财害命，杀人凶手嘛，多加讲的。那么你是要一本正经请我在里下等我商量，那扣了哪个米拉下？改清的人名16个字，挪特4个字，俺们4个字多加讲的。别手在手指里剩1个字吧，你看哈。剩余啥都有啊？这第二了，为啥扣我米拉？是改清人名了还？那么毛少呀，那既然高抬贵手嘛，剩余个字当中，我想调动2个字，好不好？调动2个字，那最后想剩余个字得了，调脱2个字的，不要紧的。林志文这样死，调脱4个字、5个字，才不大高的。还商量个，还商量个。听听人家调脱哪2个字？现在济南去你谋财害命，这个8个字啦，照那个意思办，不动。那么林志文可老头已经还落地在，凶手怎么？为啥我还讲呢？特别开心我的为意4个字，为意4个字，这是叫杀人凶手，是吧？杀人凶手。我想调动2个字，哪2个字？我想杀人凶手了，改为临有凶手。临有凶手，这个不是改脱2个字不？剩1个字才起头个字不？哦哟，这个陕西人的石头点个，临有凶手嘛？那么林志文比这不是凶手的了？林志文是凶手嘛？也用不着请来，做侬研究商量的。哎呀，这不是杀人凶手呢？这么研究，谁是凶手？没哈，是呀，我只也你被凶手，不过杀人。应该是。没。既
既然研究到凶手的搿有个辰光，侬是牛高了，我要问问侬啦，不能怪我老三老四。哎呀，是呀，是的，罗大弟现在遇上自己，进门不发。我老想啊，那个老先生几时出来收账？3个初三，清明佳节。那我觉着奇怪的。奇怪的啥？不发生事体啦，不足为奇。哎。有到前头发生的小聚小节啦，才有研究的必要。没啥问题，研究呢。那老先生想下头是收做米去了。哎，是呀，收做米。一般啦，收做米总归冬天收的。田里有的收起来噻，那么搞做米噻。啊，那家人家特别的，后天不收的，清明不收做米的，这个辰光么采花的辰光，像我头顶顶苦的辰光，青黄不接，那都要去收做米。3个初三么清明哎，举节，像我角落里坟堂旁边人家侪是上坟哎。我想要么侬老先生不是去收做米啦，还会去收西伯环去的。我有的说对错卡的，这个闲话也点子的呀。是呀，这个是谁个呢？乡村一下啦，做农民啦，等你来咱们一喊了嘿个，是那么你以为还是3个初三嘛，相互对穷，不同的该做米，那忘记他在春天呀，有春日的呀，马头子春日嘛，这样有动力来为做米。加上那马上呀，春天是有春热的，还有日节的。3个第4个初，春热刚刚下之午，5个上山接见子啊，那么就菜上娘子小虎姑。像我都有名歌唱的，那现在3个初3手包包个字啊来不及补出来了，还呢。哎呦，根本我这个读10年那个总是记得不大懂的。那么我来3了，节气过临哈，那么你都1来初3。我可预手准备，啥心思要去打看过不？到林子房屋里，那么拿出来了，那个本账簿呢？老先生出来收账，属于打账簿的。账簿总归也打过，是啦。那可个，是几月份的账？去年大概前年，也许嘛5月前头的。那可可，今年新历年，账簿上甲子年。想出8年的，这个是神账，一句账要叫3手光的非账簿那个出来收账。马最后想，哎呀，我媳妇阿父等我2个头商量的，我叫你到账房店里下去推一本账簿，那么你也推一本御用的账簿呀，这种非账簿我用得着啥？但故事推背不起一点点，深深的拉拢江我。是呀。所以我讲你不是收做米，要么去收西伯环的。你也别说闲话子啊，我出本不账簿嘛，总归有个世界一看啦，年纪大在，不怕用上在。所以是要叫伊去洗的。个啥个闲话伢子？那我做账簿嘛，总归有个。不晓得你。那我也不凶器呢，可可呢？我林子文屋里去盗出来的。这不凶器了，那林子文屋里盗出来的，这么说明嘛，林子文是凶手。凶器了，那你屋里下分凶手是啥？那可可红木刀兵，经常劈火炭的，火炭味道蛮浓的。像啊，刻出字的，余清当兵部驸马，那虎狼的。阿父啊，你演我死啊！根本去买一部分做人家子呀，至少到市场给你下去推子一部的，那是还在真凭实据，落了被人家水一下，归当脸的。大有的话，是呀，实干一口了，林子人的的确确不是害人，一种讲的，一种实。当你读书人，再说他你个啥话喂？满门得手有设计。林志明晓得侬老张嘛，不要收账了。原先偷不到，杀脱了个老张嘛。所以呀，侬读书人道理懂不懂？林志明晓得侬老张嘛，不要出来个，先偷不到。这个叫说没一句喂。林志明手术石骨头到那兵部府去，
总归要偷金银财宝的。哎，金银财宝嘛，伊不欢喜的。冒着性命危险到兵部府去偷把剑刀出来，少爷个心里痛一痛。哎呀，林子文在我屋里向来，我老想西门子不过去，非是后门花进去，非相对进来。那么到这里向呢，怎样来说是加倍生意，金银财宝推不上，那十八给随了后门旁边。神水气呀，个不得还是好的，与明道上不水家十不空水。我兵部府打进门时是虚妄的，那不讲兵部府的比老虎早的。这地方还搞等过？啥个还？还是这方便了。那么呢？那昨日老张嘛，那个戏的经过，那是不是要听一听？没看过，没看过。昨日三阳快有人写到到老张嘛，老州官寨。所以搬到小林庄，百姓赶到林子文门上。那么拿个不到，我能看到一刀，先进而出。刀尖尖说了林子文的门上，以下来有点写香雪的。门早出来，林子文开门，西人关到里头。那么林子文到一活龙口个不刀拔出来，那么里头有一滩血，尸体经过么这个头。那么侬看个林子文是不是真凶手？么侬研究看。听得了后面是子起来着，三千人遇到里个，那有点迷熟，好像落得的几个不个哇？哎呀，刚才吃生活辰光，搿种闲话听得啦，唔去想，百里想想。3月初3，小林庄我去兜兜，也许小林庄见过面了。别，要好得嘞，说对子里呀。那经不下那么讲个贼，个桩事其实是丫头比里向，谁个吃个鱼后中了上两了黑问。这下别须，你最多晓得我电戏落手针吃三文，最多疑心我也林之文。两人是我四杀战王潘氏一夜，另一份新人，一份那旁边书地上。想得个到底，谁家心天天吃一张张都对。这个老夫子啊，请坐。送下民一别。万万想得到，现在啦是那虎狼的老先生老张嘛。是呀，老中国3代战王。你要再得从为是阿爹水里向用进来的了呀，3代在阿爹手里用进来的，孙子手里出啥个？是要你把李带去个阿爹水里用进来，但我孙子水里面不被人家说啥个？绍兴人点里一点，可能面上两样。看上去那么挺见凶手，这个把年纪生病些年，没有办法，我咋了刀郎说啥了？心里头总怪难过哦。是呀，对。我讲这个战王先生忠心耿耿，你阿不叫我们再呼吸着。对。也是啦，今日里向听见这个3岁是不得了的，所以我们里向一定要等我一辈凶手，这个老夫子。神
凶手，借给百恶的公大，为什么也会是灭罪不深呢？佛法是一门功德，为本是最天亮里的那，却死的那最遗恨山，总要你被凶手。啥呀？人嘛已经死大的，这生死不能复生。当然了，那牛羔们一定要关照送办凶手。那么俺国听嘛是个意思，要严办凶手。那么刚刚公堂高头问过林志玲噻，所以老百姓觉得林志玲是冤枉的，因此大闹公堂。那么现在嘛，所以俺东宫来恩我做呢，商量商量。这个老夫子别讲，非好，昆山的老百姓啊，绝对是刁民，居然可大闹公堂为大来的。那么你打老夫来讲啊，真不白，用不上去，弄出事体一切，才与我兵不负债是。众怒难犯，那么俺东宫的意思呢，是不是关照多少也商量商量？我交代官守从轻发落了，那么俺昆山好结束个桩恶业。昆山小林庄发生着人命案子。那现在只有升堂，牛高兵部府，毛军在毛气后也兵部两局再相四大特体，白告向我上宫。那么搿种当官是么上宫总归输的呀，只有个偏误兵部府，害老百姓众怒难犯，百姓服务呀，闹公堂，哇轰起来，现家务只有个把百姓拖下来靠。不结果倒进去，毛气后吓得来，俺国队上就哒哒的。那么现在只有皇上，亲手行事呀，大女人。本来白沙林子文买便当，向我上宫吗？想不到百姓同众怒呀！白沙林子文不管不买啥，兵部府吃了我，你叫哪个？请来施呀，当有人，还有啥个牛高太太？叫你牛高非要定，白告人民改称，非要杀断了，老百姓的还可以，搿点好说起来。搿么大事化为小事，非则弄不落。绍兴市也新主教主任，正直无私，严肃大可依据下来，林志文接待于王，看上去凶手本人毛起后，毛军人，而且3个出山清明。绍兴市衙了小林庄渔村大清，看见个小姐毛起后，调戏林志文的女人，把林志文铐了，市衙为秋香当的了。看上去阿位毛起后啊，弄啥人来害林志文？那么现在辰光，我不来得李太太，只有当然了，过半只小了，一方面身高大了，林志文能够不受凶手不杀断了。已经是不得了上大酒，那么是要想我得李台，你看见我必然心虚的，也许呢，可以非要办林志文，那么请你花厅太太帮场，实到该当，这个没事呀，你俺们的是呀，主事呀，在花厅上想请来太太，马今后今闻既定。想自家也想害杀一个上公，我杀了身高，堂兵部公子四大特体，话的是我的基调呀。我口中落手针，不让林志文吃3碗，是为了抛尸遗害。只有不得没帮忙，想不到老百姓为了不服大闹公堂，特别一点点吃了3碗。马上你家得得快，得得妹妹，绝对哈子个啥来都上来着。现在听见打岔拉说施压于情，
可但觉到奇怪了，他对我应该来要一听，我只有过请我带里下去商量商量，个啥事情的哈呗，哪弄这个私下于情？哦，对子，只有对小屋的，得罪我兵部府里不够，也被杀林之文，咱不老百姓不服，众怒难备，那么也被给上儿子了，也对一点的风险的。那么像不合吃不上，你该心讲。看我一起做家，自家不合意自家，是为了将私呀出米。马最后一周年头，老师我整个他迷宫就编制的，只要大水，那头我白沙林子文嘛，稍微用他俩的嘛，应该叫设定不差我兵。注定年头来啊，西北大路。一人往里下花厅来，师爷不点面子里，首先师爷功夫蛮好，笑嘻嘻接接。这个一位毛少爷，各位是？明白，俺们师爷，我叫知恒。哦，有理。你给他美国拿米肉的了，还在认得我。记得3月初3清明节，我到山林长老下雨村，看见罗叔生编织电线的林子人请我吃啥活，我还扑了地拉下，最对付了没有个热心人来求相骂，打拉面孔分口清爽，我立起来这个辰光对里一口，想啥谁是例外，还是这样一口热心爱我。是呀。虽然初次见面，昆山小林庄发生着人命案子，那现在主有升堂，原告兵部府。毛军在毛气后，姚兵部两军再相四大特体，被告向我上供。那么，搿种单故事上供总归输的呀。只有个骗我兵部府，害老百姓众怒难犯，百姓服务呀，闹公堂，哇轰起来，先叫我只有个把百姓拖下来靠，不结果倒进去，毛气后吓得来俺国队上就哒哒的。那么现在只有慌人，青少新师呀大女人，本来白沙林子文买便当，向我上供吗？想不到百姓动众怒呀！白沙林子文不管不卖杀兵部府吃了我，你叫难过。请来师呀，当当有人，还有啥个原告太太，叫你原告非要定，被告人民改称。非要杀断了，老百姓的还可以，搿点好事下去了。搿么大事化为小事，非则弄不落。绍兴市也新主教主任，正直无私，年事大可研究下来，林子文接待于王，看上去凶水本人毛起后，毛军人。而且3月初3清明，绍兴市也了小林庄渔村大清，看见个小姐毛起后。调戏林子文的女人，把林子文铐了，死也为秋香当的了。看上去还为毛起虎啊，弄啥人来害林子文？那么现在辰光，我不来得李太太，只有当然了，过辈子小了，一方面身高大了，林子文能够不算凶水不杀断了，已经是不得了上上大吉。那么思想想我得李台，你看见我必然心虚的，也许呢，可以非要办林子的。那么请你花厅太太帮场，适当该当。这个没事呀，你俺们的师呀、主师呀，在花厅上向请来太太。马今后君闻其定，想自家也想害杀一个上公，我杀了身高。堂堂兵部公子，四大特体，我的是我的基调呀！我看中陆守贞，不让林子文吃3碗，是为了抛尸遗害。
只有不得没帮忙，想不到老百姓为了不服大闹公堂，特别一点点吃到三回。马上底下得得夸，得得妹妹实在哈子个啥来都上来着。现在听见打岔拉是施压于情，可但觉到奇怪了。他对我应该来压于情，我只有过请我到里下去商量商量个啥事情的哈呗，哪弄这个施压于情？哦，对着，只有对小屋的。当然，我兵部府里不过也被杀林之文，咱不老百姓不服，众怒难犯。那么也被给上儿子了，你也带一点点风险的。那么像不合适不上你该心讲，看我一起做家，自家不合意自家，是为了将施压出米。马今后一做年头，老师傅整个他迷宫就编制的，这也大水。你听我白沙林子文嘛，稍微用他两点嘛，应该叫设定不差我兵。注定你的来啊，西北大楼。一人往底下花厅来，施压不对面子里，首先施压功夫蛮好，小嘻嘻这这。这个一位毛少爷。各位是南北衙门施压，我叫知衡。哦，有理。你可在美国拿米肉的了，还在认得我。记得3月初3清明节，我到县令长老下雨村，看见罗先生编织电线的林子人请我吃啥饭，我还扑了地拉下，最对付了么有个绍兴人来求相骂，打拉面孔分口清爽。我立起来，这个辰光对里一口，想啥谁是例外？还是这样一口绍兴闲话？是呀，虽然初次见面，但有点面熟，好像落得点几个五个万。哎呀，刚才吃生活辰光，搿种闲话听得啦，唔去想，带你想想。3月初3，小林庄我去兜兜，也许小林庄见过面了。别，你好得嘞，说对子里呀！马金路下哪么讲个在？搿桩事体是施压到胃里向，3个7个月后中了啥两了海话。在下别须，你再多晓得我电视落手真吃三文，再多疑心我言灵之人。两人是我自杀账房拍摄一夜，你一份新人，一份拉旁边书地上，想得搿搭的谁家心听听吃一张张都对。哦，这个老夫子啊，请坐。送乡民一别。哎，万万想得到，现在啦是那虎狼的老先生老张嘛。是呀，老中国3代张王。你要再得错。为是阿爹手里下用进来的了呀，3代在。阿爹手里用进来了。孙子手里出啥个？是要你把李带去个阿爹手里用进来，但我孙子手里嘛不被人家说啥个。绍兴人点你一点，可你面上两样，看上去来没挺见凶手。哎，这个把年纪生病些年，你有办法。我咋了刀郎说啥了？哦，心里头总怪难过哦。是呀。我家这个张房先生忠心耿耿，你阿不叫么再呼吸着。对。也是啦，今日里向听见这个消息是不得了的，所以我们里向一定要等我一辈凶手，这个老夫子。搿辰光么采花的辰光，像我头顶顶苦的辰光，青黄不接，那都要去守住你。3月初3么清明哎，举节，像我角落里坟堂旁边人家侪是上坟哎。我想要么那老先生不是去守住你啦，还会去守西伯环去。
我有点说对错卡的，这个闲话也点子的呀。是呀，这个是谁个呢？乡村一下啦，做农民啦，但你来咱们也喊了这个，那么你以为好像3个初三嘛，相互对穷，不同的改走的，那嘛去特在春天呀，有春日的呀，马特子春日嘛，这样有动力来为中呢。加上那马上呀，春天是有春热的，还有日节的。3个第4个初，春热刚刚下之午，5个上山接见子啊，那么就菜上娘子小虎。像我都有名歌唱的，那现在3个初3时包个字啊来不及补出来了，还呢。哎呦，根本我这个读书人那个总是记得不大懂的那么我来想了，节气过临哈，那么你都一来初3，我可预手准备，啥心思要去打口鼓的，到林子们屋里，那么拿出来呢，那个本账簿呢，老先生出来手账属于打账簿的。这账簿总归也打过，是啦。那可个，是几月份的账？去年大概前年允许嘛为一岁对的。那可今年新历年账簿上甲子年，相出8年的。这个是神账。一句账要叫3手光的非账簿那个出来收账。马最后想，我媳妇阿父等我2个头商量的，我叫你到账房店里下去推一本账簿，那么你也推一本御用的账簿呀，这种非账簿不用了至少。但故事推背不起一点点，深深的拉拢家我。是呀。所以我讲你不是收做米，要么去收西部环的。你也别说闲屋子农出本部账簿嘛，总归有个3个一看啦，年纪都在，不怕用上在。所以是要叫伊去洗的。个啥个闲话伢子？那农出账簿嘛，总归有个。不晓得你。那我也不凶气了，可呢？我林子文屋里去盗出来的。这不凶器了，那林子文屋里拿出来的，这么说明那林子文是凶手。凶器了，那你屋里下不是凶手是啥？那可红木刀兵，经常劈火炭的，火炭味道蛮浓的。像可这是个余清当兵部驸马，那虎狼的。阿父你演我死啊！根本去买一部别做人家子呀，至少到市场给你下去推这一步的，那是还在征兵时区，落了被人家手里下，归当来的。大有的话，是呀，3个一口了，林子人的确不是害人，一走讲的，一走实。当你读书人，再说他你个账嘛慢慢的少有设计。林志明晓得那老张嘛不要收账了。有些偷不到，杀脱了个老张嘛。所以那读书人道理懂不懂？林志明晓得那老张嘛不要出来个，先偷不到。这个叫说没一句哇。林志明手术10骨头到那兵部府去，总归要偷金银财宝个。金银财宝嘛，伊不欢喜个。冒着性命危险到兵部府去偷把剪刀出来，是呀，个心里痛不痛？哎呀，林子文在我屋里下来，我老想前门是不过去的，背是后门滑进去，非相对进来。那么在这里下呢，怎样来说是加倍生意，金银财宝推不上，那市房给随了后门旁边，深水起阳，个不得还是好个，与明道上不水将十分空水。我兵部府打进门时是徐房改，那不像兵部府的比老虎早的。这地方还搞等过？啥个还？这也方便了。那么呢？那昨日老张嘛，那个戏的经过，那是不是要听一听？没看过。昨日3阳快有人先到老张嘛，老州官寨。所以搬到小林庄，百姓赶到林子文门上，那么拿个不到，我能看到一刀。先进而出，刀尖尖锁了林子文的门上，以下来有条线香血的。门早转来，林子文开门，西人关到里头，那么林子文到以活龙口个不刀拔出来。
那么里头有一滩血，尸体经过么这个头，那么侬看个林子文是不是真凶手？么侬研究看，啊，听得了后面日子起来着，三千人语带里个，他家在那旁边看见我上上句句一点点不错，那最后一转念头，看上去一马了个武功拿出来，一不一点点阿里不里，也让你晓得我是兵部夫，哎，巴不得个叫我昂见识，所以面孔一般。听到现在嘛，山西人啊，我懂了噻。你三三句句，谁了那维护林子文了？那可是看上去林子文啊，当然父亲就就是朋友，说不定会是同党。那么功夫再难好个朋友不来，首先是要耐心好个。哈呀，气焰嚣张不得了。今朝得来的哪怕那兵部公子，今朝听见得来的那百姓，还要说马上一想一气。看皇美无力，西呀神能等是我谋强喏。我气馁，看王臣空倚门下客，一只是大理一个逆世人，实则为一股劲水今也不言。女风他王娘人来害，第七八弟兄的，莫奈我举起些劳动公丁人劳，你们真的皇帝老三，代理公一把就替代理皇帝，做别人想，现在是高老为想的呢。三个儿子朝堂为官，大儿子与别人想，第二个吏部天官，第三个刑部尚书，谁是大臣子？这一个独眼女高凤珍，去年死他，心里想昏闷大极的。曾经到小林庄对球子人那个姑妈女，这张面孔当我死他个女人十六个龙位，叫触景生情啊，带得团结啊，恩吉父女。当然不必告诉我个身份，现在过头来人这个想不到甚至的叫我去计划，马上动身呀。现在辰光回家乡，固定人数到现在地方上像清道夫少家清清爽爽，还有资源国忙得不得了。关照非是实语，街上向看见苗头不带种坏人抓起来，不要神像白痴的这样不得了的东西。还有俺们的当差出动，当差个都队，加个机会嘛，考考老百姓做岗，一路大量的弟兄出来，对不对？嘿嘿。这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跟俺们最高看见乡绅我拍马吃肉，看见百姓我威风。对，谁不过乃是身体旧个那股乃是个老朋友，只要动力到手得做屁股，谁去哪怕乃是强盗小偷，照样放内到处。倘若不动力，非要怪我的乃做对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做对的啊！来，弟兄多，当上高道。大道正确，记住记住！哎呀，一路上过来，对不对？可做讲，要店里个老板娘不大落开，上趟我买2斤肉，你称给我追2斤2两，不下像我买2斤，我起码换个5斤出来。太垃圾屌丝，上上你个枪！老板娘，哎呦！都对嘛？生意兴隆嘛？哎呀，口头光也妈妈好。啊，得发了！来想呢，对经理想打得了唔打出的哇，啊是？记住搞到。我来记住么？这位。现在跟你说真灯说菜杂糕，普瓦搞到正确。不得讲。那不是现在看见吧？
真等白说吹着过，擦得，对不对呀？别人啊，阿晓得，真等白么放了外头要发自己活人光的走啊，还是该什么要擦他在，我是有什么该，还在你妈是来吧一在，还是来，我的要不知你不去吧？滚得有点，啊，都不对吃子女。怎么来讲？好了，别来，跟大家说明说了哪位人，来录进了他们手了。什么人？落进的啦！来来，本金支付了一关，根本弄个2斤去吧。走到。哎呦，还少两个费子啊！你本金金，根本3斤。来啥屌丝？我们再搞来只介绍了还啊？谁也个下锅带过队伍的，也看做刚的。那个队伍刚子呢来带来放啊，俺这样养恶里恶出，城乡经过，这几个地方上向卫生工作分搞好。来，不。对了，别这个，等你不打高个，老理想要，你发到外地了，外地没证件来呀，是吧？外地证件，理想恶里恶出。挺好了嘿，对公牛真的浪向的，还是啦？3斤，再有么家子，那么你队伍的呀，没花头呀，别冷手在，我实在有队伍去嘛还在，啊。还在某妈非某奶奶才听见嘛，3斤了条还有家子。哎。实在有队伍帮着里向要吃有队伍，谁也不进去。哎呀，搿类都对你不懂着，是吃冬子米，冬吃山子米。那边是俺们米的那个，侪是有队伍啦，队伍去唔吃的。好的，不要再叫你女人来弄，40到有队伍。等，好了，打。再过来客主搞一块么野菜的，正啊进来的，到底野菜搿块老居山别过得大了，城乡交织经过大瓦特。哎，把我早晚不得。还在老朋友，还是啦。那么你药材店唔不花头的呀？药材店里么是你3番个，还是披上吃子下去么？穿空里用要洗脱个，大瓦布的吃子下去么？擦擦个，唔不花头是走啊，对不对？还是啦。不花头么说吧噻。那啦。西洋生。啊，可是范围太动着。好的，大家人得个哪位人啊？哎。好的，250条的嘛。你好像也跟他啊，是。门不得空的，客主讲客混脱的，大该带可么要4块在固然地，不记得掏个把位了还。虽然一路客主讲客过来，只顾受目的性，还有老百姓来看，困3人呀，搿不顶然。一个老百姓，你同乡人，想要咱们光分看起些你蛮多个呀，是俺个大行业，是吧？在那这了嘛，叭，锣声响亮，果然到。所以来的人来了，挑摆8条腿平铺，请神下立锥等我。啥叫8条腿挑摆平铺嘛？快一眼，我们病人要读方部的，一定要挑摆个读到屋里向去手上面的，立锥等我。只有个局长在，规则户外家长通知，地方股长不用接。也不用相送，用不了送外人相付的，为俺们历史不计，只有国分介绍的，大致队伍细胞，省水了要大军兵等白走，那么丞相到上头嘛，让你手脚，户外家长结婚，喜好无有用，叭，锣声响亮，为家乡，除了家子里向心里向我问人糊涂啊。人那个技能，关照里过2-3年接力的，临时就眼睛动身饥荒的忘记他。哦哟，明朝这边呢叫老中国去叫，你想侬像个羊哪的，个羊不信用的，哎呀笑，一个字上想笑，来得个快，饺子将近要进城门洞，昆山城门洞啊比较小。让你手机人啊，个城门洞啊，还不懂。那么手机是富，昆山是油，个油了比富了还小特一圈，这个有规格的。那么高端那个顶饺子也是大，脚顶上上的为装饰品，容易剥了个种货的。我特别讲句，要上头么是看瓦特，因此寻有定一定脚，用短脚杠通进去。那么呢，饺子精神门洞。罗先生呐，哎呀，今朝老早就出来的呀，听见人家说顾太师也围住，把那黄发撩，抛着句小人，
这人我是堂堂兵不服，赫赫大门庭，上书其人，我恨个恨。他知道我小小的事意，哦，做人他不杀之人不该心。他知道谁是同个体，与谁该犯，批评我今那招，打一个保不明。岁岁帮不枉为人，我想世纪终于公义噻，我是与真与民，为民去把有生人，哪怕受巨富，哪怕我。这龙游颠颠进真人，哪怕棍钉背上高音不听，哪怕我是绍兴人，为不做人心神人，我为举之问把老命来拼。一想一气嘛，碰鸡蛋子。首先是要好人，好人也要跟的。还有帮帮兵部公子呢，明明杀人凶手，至于叫胆子小呀，不过我那边，那么我自家不求呀，我做得至于不停机我那抓起来。所以死呀一想以后，得来呢兵部公子哪怕死疼，今这个给起背要吹吹。是不是也是眉毛是眼睛的代理毛毛？那么叫侬一声毛七虎啊！你经过守候几名啊？我当侬读书人，当侬有资格的，却没书的，想不到肚皮高头一包草，换个黄门手了。我做侬讲闲话了，徐东对牛对金。哦哟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没哈，没经过得罪本身来的。你还晓得我啥身高？牙兵部两地神仙，皇帝是我基调。哼，你经过得罪本身来呀，我看你阿里得神。哼，面说些么搬到什么了？有理无理么出让中人居理，老百姓中路难犯，侬不要认为身家大。我现在关张侬，搿桩钱的主要的失败，我死也发办。没哈吧？实话说起来，你的林子文手段是懂的。对我，侬去告我懂得，我是无理分赃的，好不好？没哈，我回到屋里向，马上写一封信到今日里向告诉你阿伯的啊。侬还懂别个，我也会得懂别个。我们都晓得布告示。四面没铁打，昆山人你踢一踢，他闯踢到昆山不昆山，回到苏州，让大家来看看，当兵部公子啊，苗冲读书你们衣冠禽兽，自动出身，调小妇女们，扶我不做，我看那个人那个立得实在。你手啊，我哇，你还啥心人？你等我等下来，我不爱死不来看。侬放心，我开关你放我。那5眼6色，侬逃出来好的。好的，我不要杀脱你的手心对。我们得罪侬的，我们预备先龙我跳过贤堂，讲半昂必听外绕心的。没哈，你等下来。我等好了，还有接着两个肩胛杠个头像鲨鱼嘎子小老模样。你哪晓得个？哦呦，真正放屁呀！不讲理由的闲话么叫放屁，那么叫大放屁狗屁的。你这种腔调为像死鸭的啦！侬别当我死鸭，当我卖鸭好的。哦呦，气死！公堂有公义的，不是衙门的，侬还懂我滚出去的？哦呦！我毛起户磨得来混沌走向，毛起户把我们打是只有不争气，只有这样跟得起白人杨廷珍土庄呀，那么要确定之门啊，落手真行机呀么呢？何为在实？
绍兴市要正热无事，晓得林子文冤枉的兵部公子对起来，马前后狼狈而去。只有个杨廷珍胆小如此，得在兵部公子到地方偷盗，到兵部府去请赛，那么马前后送了1000两银子，一张银票。那人给帮忙办林子文的屁股里在小金9千两，共中1万两。杨廷珍为主呢，要去施压帮忙，办人工代差，绍兴人气昏，的只有吵起来，警告杨廷珍。那边认为兵部府在事通天，老子个总归有清过的，你既是拿林子文办，我既是上头去搞呢。那么杨廷珍到谁是不管拿林子文办呀？如果绍兴人吃药不离得难啊！林子文还关了还。小林长老那个女人落手真还要急的了，老百姓才来讲，只有个是帮兵部府的，你百姓帮你忙个，那股公道个，代表个人看上去不用上，特落手真一并实现，总哒哒哒，男人上工呀，总要的男人想办法搞上官，不满足的，那么像那清明人那个孤王一样。但是出考得来，你讲过2年来进我的，所以一个复辟一门，名字叫啥了？第2份告诉我。那到现在人家要信仰到5人去，那么要去管理，讲把隔壁人家听听，是我个老娘家身材上都那样子，面孔上有特征的模子，里里的模子。那么说昆山有个老太师，郭丁人，郭大模子18点。是那个牙是18点模子，可是说我当然分低轻双文，还有啥人牙是模子的了，想要的，非要去管理，到城里向去黑门新行进去，65真心鸡鸭么精神，晓得今朝固定人手上国的计划围住昆山，还有江浪向个嘎头是不得了，固定人哎，都往。哎呀，人嘛已经死大的，这生死不能复生。当然了，那女高嘛一定要关照送办凶手。那么俺国听嘛是个意思，要严办凶手。那么刚刚公堂高头问过林志玲的，所以老百姓觉得林志玲是冤枉的，因此大闹公堂。那么现在嘛，所以俺东宫了，我做呢商量商量。这个老夫子别讲，非好。昆山的老百姓啊，绝对是刁民，居然可大闹公堂为当来的。那么你打老夫来讲啊，真古板，用不上去，弄出事体一切
谁与我并不负谁子。中路难返，那么俺东宫的意思呢？是不是管找的少爷商量商量？我交代官司从轻发落了，那么俺昆山好结束个桩案件。那么个种事体弄到上头去了，个范围越来越大了，到个辰光难受上个。那么俺想办嘛就办个，这办嘛带我回去个。俺想到林志云办一个遗失之赛。遗失之赛，哪意思啊？因为个西人老伊门口跌进来嘛，伊到西人想去撞掉了个西施移动部的。那么俺大明的法律嘛，遗失嘛，可以关3个月呢。啥么子啊？俺是只关3个月啊？搿么可能没让再加个1-2个月大不要紧哦。马起好像我子这样的个本地呀。事实上嘛，怕是也没有害杀林志文的呀。临时我觉得关个3个，你哪里发出去？那么你的夫妻生又是夫妻，若是不是我反担心这个把开心的哪来谁家？这个老夫子啊，我虽然法律不大懂，那个武的我晓得个，杀人杀命，欺诈为敌，这个是大明的法律。那啥子人嘛，只要办3个遗失之人家，看来我大不懂噻。马少呀，能够太一步想想呢啊！那么个桩接的是昆山结束的，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嘛？老实话，天知地知啦，我知我知。我到底何马令呢？闲话里向就应对了闲话，嘛，到个辰光讨厌个，我可了，高抬贵手的。好个，本来呢，我演到俺们里向背林志文啦，16个字，欺谁欺义，难谁害民，杀人凶手嘛，大家讲的。那么你是要一本正经听我在里下等我商量，那扣了哪个米拉下？改清第人名16个字，挪特4个字，俺们4个字大家讲的，别手在手这里剩1个字吧？你看哈？剩句啥对问？这第二了，为啥扣我米拉？是改清人名了还？那么毛少呀，那既然高抬贵手嘛。12个字当中，我想调动2个字，好不好？调动2个字，那几乎像12个字的了，调脱2个字的，不要紧的。林志文这样写，调脱4个字、5个字，才不大高的。还商量个，还商量个，听听人家调脱哪2个字？你在艰难期你谋财害命，这个8个字了，照那个意思办，别动。那么林志文可老的已经还落地在，凶手怎么为啥我还讲呢？特别开心我的唯一4个字，唯一4个字，这是叫杀人凶手，好的。杀人凶手。我想调动2个字，哪2个字？我想杀人凶手了，改为另有凶手。另有凶手，这个不是改脱2个字不？12个字才起头个字不？这个陕西人打石头点个，另有凶手嘛？那么林志文比这不是凶手的了？林志文是凶手嘛？也用不着请来，做那研究商量的。哎呀，这不是杀人凶手呢？这么研究，谁是凶手？没哈，是呀，我这也你被凶手，不过杀人。应该是个。没。既然研究到凶手的，有个辰光我是牛高了，我要问我了，不能怪我老三老四。是呀，是的，罗大弟现在遇上自己，正门不发。我老想那个老先生几时出来收账？3个做谁清明假祭？那我觉着奇怪的。奇怪的啥？不发生事体了，不足为奇。有到前头发生的小聚小节了，才有研究的必要。没有我能研究呢？那老先生想我都是收做米去了。是呀，谁做米？一般啦，收做米总归冬天收的。田里有的收起来噻，那么搞做米噻。
那家人家特别个，后天不收个，清明不收做米的，